嚟到東京銀座 Uniqlo 間旗艦店，就等我試下呢杯 Uniqlo 嘅咖啡啦。銀座咧有2間大型嘅 Uniqlo 店，咁店入邊咧都有個 coffee corner 係賣咖啡嘅。咁除咗咖啡之外咧，仲有 matcha latte 啦、熱朱古力啊等等嘅飲品都有得揀。咁小食方面咧都有印有 Uniqlo 名嘅餅啦，同埋銅鑼燒咧可以揀嘅。咁價錢咧圍內都係大概200至400 yen 左右，即係最貴唔使港紙20蚊左右咧都可以試下 Uniqlo 出品嘅嘢食。咁我咧就叫咗杯熱拿鐵，價錢咧就係300 yen，即係港紙17蚊左右。而做落單之後咧，就等店員沖咖啡。咁等緊嘅時候咧，原來發覺咧店員操控緊嗰部咖啡機咧，就類似係便利店嗰款嘅全自動式嘅咖啡機。咁所以咧好快咧就出到一杯咖啡啦。沖好嘅咖啡拎上手咧係細細杯咁樣。雖然咧層禮布就幾厚下啦，咁但係咖啡味都好濃，加咗奶咧都隱約飲到咧咖啡嘅苦味啊。咁所以我結論就係咧，除非好趕急想要行 Uniqlo 嘅時候咧飲杯咖啡，如果唔係咧都可以留翻一啲攝取咖啡因嘅空間咧，去其他好啲嘅咖啡店咧嘆咖啡。不過我覺得佢有隻熊本熊喺度咧係幾 Q 嘅。By the way， 我發覺咧銀座嘅 Uniqlo 咧係仲有得買鮮花噶。OK， 今次報告完畢，下次再見。